嗱，呢度俾一個例子大家睇下。OK，如果今日你將11千擠喺定期 FD 定期，你一年有3%利息，其實一年都冇3%嘅銀行係2點幾嘅啫。我都有擠定期2點幾嘅啫啦，好低啊。咁一年咧，我計3%俾你，你係賺到330利息。咁樣一年咧，你嘅戶口就變11,300，哇，少到離晒譜。OK， 冇辦法，跟住馬幣又貶值，跟住你擠咗落去之後，如果你計咗貶值，其實你仲有蝕。如果你唔將你嘅錢喺度去擠其他嘅投資其他地方，你嘅定期咧越嚟越少，其實你睇到係數目字，但係個率越嚟越細。但係如果今日你買實體黃金11千，你可以買到550溝一個 gram， 你可以買到20個 gram， 而家起咗少少啦又，所以要快啊。OK， 一年後我哋會預測啊，專家預測唔係我預測，所有國際專家預測，全世界人喺度搶購拋售美元賣黃金，美國咁多有錢佬嚟幫你搶黃金，一年後到年尾又唔係一年後，每一克去到1000蚊，咁樣20千就等於係20克，等於你買咗20克會起到20千。咁樣如果嗰時你真係要賣出去啊，賣翻出去咧 ，OK 你真係蝕一個，我哋係買金牌嘅，一個金等嘅，你會蝕一個18先。咁樣意思就講20千你蝕18先，扣咗2000蚊，你仲有18千攞翻，18千攞翻，你等於你嘅本錢係11千，你賺咗一個7000蚊。OK， 如果今日你係擠100千落去嘅話咧，你就賺70千。如果今日你係擠100萬，你就賺700千。呢個比你買房地產更加快啊！買房地產你仲要等埋喺5年入邊你要買，政府仲要抽你稅。買黃金咧係買賣黃金係唔需要抽稅啊！你賣出幾多，你賺幾多，政府係冇同你再抽稅嘅。所以咧係好值得投資嘅而家黃金。所以如果你哋要投資黃金嘅咧，就聯絡我哋同埋我哋嘅代理，同埋發呢個視頻俾你嘅人 ，OK， 你會唔單止你買黃金能夠賺翻倍啊，我哋平台仲有兩大利益將會同你講嘅。你買黃金，你一定會攞到呢個實體黃金啊！最緊要就攞住金在手，有金單有成，帶埋你金店嗰度買 ，OK， 錢交俾金店之後咧，你仲會攞到兩大利益呢個係另外一個平台俾你嘅。嗰時你就要了解，你就會 PM 我哋呢個發視頻俾你，或者係放視頻出嚟俾你呢個人更進一步嘅了解，將你嘅錢變大就係搞黃金呢一段時間，OK， 過咗呢個風口就冇咗呢個機會。多謝大家 ，OK，thank you。